现场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来参加祷告会以及圣经共读。让我们用以下这首诗歌来赞美神。愿我们透过圣经共读，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祷告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顺服仰望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你是我的王。愿你的话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顺服仰望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你是我的王。愿你的灵，愿你的是降临在这里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地。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，我愿意降服你，照你的话而行。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我愿顺服仰望。是的，主，愿你的话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，因你是我的王，因你是我的王。愿你的灵，愿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里，至高者的能力覆庇着地。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，我愿意
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，主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你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，教我们如何活出生命。在你的怀抱中，让我们经历你的应许，你的恩典。神的话是如此的宝贵，是有权柄、充满力量的。我们要借着圣经的话，在危难中得到坚定。我们要活出喜乐及平安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要来进入历代志下第3章的共读。在我们昨天所读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所罗门他要建造圣殿，而他跟上帝求智慧，能够抓住上帝给他父亲大卫的应许。而在昨天的经文当中，也看见所罗门他开始要预备来建造圣殿。历代志下让我们看到，在大卫之后，另外还有6个王，他们怎么样来遵行上帝的旨意，分别是所罗门、亚撒、约沙法、约阿施、希西家、约西亚王。这加上大卫7位王呢，他们能够在历代志上下当中，来走在上帝的心意，成为合神心意的好王啊。虽然总共不止这7位。但是呢，这7位都是很重要的代表，并且在他们当中，上帝都与他们同在，带来不仅是王个人，而且是整个国家的复兴。在每个王的后面都有一个小小的数字，代表他是从亚当算下来的第几代。所以所罗门是第35代，从亚当；而约西亚王呢，是从亚当算下来第50代，第50代。而到了耶稣基督呢，在马太福音的族谱呢，就是第60代。而在所罗门王，他的名字的意思呢，就是平安或是和平。而所罗门他就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，也是代表平安的意思。所以是平安加上平安，和平加上和平。做王的40年当中呢，我们看见所罗门留下了不仅是工程，留下不仅是艺术，留下了还有留下许多的智慧箴言，还有这个智慧书，包括雅歌、传道书，还有箴言等等。诗篇当中也有一首所罗门的诗哦。那在昨天的经文里面讲到所罗门新建圣殿，这是从第2章一直到第4章，而第5章就是圣殿盖完之后的奉献典礼啊。所以在昨天的当中，我们看见他从他父亲的好朋友推罗王西兰，就是泰尔王，来请求协助建造圣殿，而且他的要求很特别，就是只派一个人。那他其他的他都会付代价，用这些的粮食去交换，然后呢用航运的方式呢，把各样的材料香柏木能够运送到耶路撒冷来。同时，所罗门他也召集了15万人，包括凿石头的，还有做扛台运输的15万人，然后由3600个人来监督他们，来做各样的工程。所以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啊！15万人要来同心协力。那昨天牧师也有分享说，这个所罗门是先建圣殿再盖自己的王宫，还是先盖？同时建圣殿又盖自己的王宫。后来看到圣经第8章的记载，历代志下第8章，是先建完圣殿之后，才又建王宫啊。所以7年的圣殿加上13年的王宫，20年，所以他的在位的期间就用掉一半。所以并不是昨天牧师所说的同时进行，而是先建圣殿。所以所罗门王他是
专心一意的建造上帝的殿，好7年的时间呐。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第3章，好，里面讲到所罗门建造圣殿，讲到圣所，然后讲到很重要圣所里面的至圣所，然后讲到圣殿门口的2根铜柱哦，好，2根铜柱。好，同样的经文在列王记上的第6章，好，但是呢，列王记上总共用了38节来讲这一段故事。可是，在今天的第3章只有用17节哦，好，所以还不到一半，好，所以在历代志的记载，它是属于比较简要的，好，并不像列王记上第6章，好那么样的详细，好，但是这当中，好，它的重点焦点呢是摆在好所罗门王，好他的建造圣殿当中，好整个的设计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，好，请翠玲长老好先带我们来读第1节到第2节。第1节，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王已经为圣殿预备了一个地址，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上，上主曾向大卫显现的地方，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打麦场。所罗门作王的第4年2月开工建造圣殿。好，那所罗门作王的时间呢，大概是在主前的970年哦，好，所以他大概是在主前的967年啊。刚才读的是2月，那是犹太历，在西历呢，大概就是4月到5月，好，大概就是在这个春天的时候来开工哦。好，所以所罗门王开工的地方，好，他就是按照他父亲，也是按照上帝所拣选的地方，就是摩利亚山上。摩利亚山，我们在历代志上21章有讲到这个亚劳拿，好，和本翻成阿尔南，好的禾场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创世纪22章，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座山上。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好，那在那地方，好，上帝要把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献给上帝，好，但是上帝在耶和华的山上有预备，好，预备了什么呢？预备了救赎，预备了代赎，好，预备了上帝自己的儿子成为那只待宰的羔羊，好，所以亚伯拉罕最后不用献自己的儿子，好，而是上帝的羔羊。而阿尔南的禾场呢，好，也是在历代志上让我们21章知道是大卫数点人数，好，而不讨上帝的喜悦，花了9个多月的时间去数点人数，好，而带来3天的瘟疫。这个瘟疫呢，就要即将毁灭整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好，大卫和城里的众长老，好这个伏在上帝的面前，好，再次认罪，好，所以上帝透过先知，好，告诉大卫应该怎么样去做，就是买下阿尔南的这个打麦场，好，这个禾场，并且在那边筑坛献祭，好，当大卫遵行照做的时候呢，好，这个瘟疫就止住了，好，否则这瘟疫只有3天，好，可能第1天，好，就死了7万人，好，死了7万人。但是因着献祭呢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本来是灾难却成为祝福的地方，也是大卫后来预备各样的材料所要建造的地方。好，所以大卫把他的城大卫城盖在摩利亚山好的下面一点点，好，而上面的地方呢，就是要留给上帝的圣殿好建造所使用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。这个圣殿终于在所罗门的就任的第4年，好来开工。好，这时候大卫好已经蒙主恩召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读第3节到第7节。所罗门王建的圣殿长27公尺，宽9公尺。进口处的门廊和圣殿的宽度一样，宽9公尺，高54公尺。门廊内部都用纯金装贴。大殿钉一排香柏木板，再贴上金经，上面雕刻着棕树和链子的图案。王用华丽的宝石和从巴瓦因进口的金子装饰圣殿。他用金子装贴圣殿的墙、栋梁、门槛和门。工匠在墙上雕刻基路伯。好，那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，好，帮我们
省去了很多换算的问题。好，那所罗门建的圣殿呢，其实是有蓝图的。好，这个蓝图在过去的单位都是用轴，好，一个手轴，好，多少轴多少轴。好，但是呢，在我们现代的换算当中，好，这个圣殿长27公尺，好，并没有很长，宽9公尺，也没有很宽。但是呢，它有一个高度，进口处的门廊，好，是宽9公尺，高54公尺哦。好，这边顺正长老是搞建筑的，好，54公尺大概几层楼？16层楼，很厉害哦。74坪哦，好，已经都连坪数都算好了。好，74坪大概跟我们迦南教会小一点点。好，但是这个占的面积就是我们迦南教会好的这个面积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宽呢？9.8米，哎，我们也是按照圣殿一样哦。好，大概也是9公尺啊。好，再宽一点点，多80公分。好，所以这个圣殿呢，好，16层楼，那我们只有一半，好，我们只有到8楼。好，所以所罗门那时候盖到16层楼，好，要怎么盖上去呢？那时候没有钢筋、水泥，好。用什么？也没有吊车啊，也没有。那要怎么盖到54公尺这么高的地方？好，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呐。好，所以我们先看完。好，那在列王记当中呢，有提到一个材料香柏木，可是呢，在历代志下呢，完全没有在这一章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很重要的材料香柏木。好，所以香柏木呢，可能是它整个基础重要的结构，是由这个香柏木能够架到这么高，然后呢再加上这一些的石材，然后再加上外面再包上这个样子的这里讲到最多都是讲金子。好，所以它的墙栋梁门槛等等。好，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，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好，这个牧师找了几张图啊，好，那这可能大概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好，但是所罗门的圣殿呢，好，大概会长得像这个样子，好，右边黑色这个地方，好，一般我们看到的所罗门的圣殿，好，大概是长得像这样子，好，但这样子还不够高，好，要54公尺啊，54公尺。好，那换算起来的话呢，16层楼，好，这个看起来呢，好，可能也还不到16层楼，好，但是呢，好，是一个入口处的地方特别的高，好，那么高呢，可能它就是有一个用意，好，就是让人家远远就可以看到，好像我们今天盖教堂，好，都会把那个十字架高举起来一样，好，是一个远远就可以看到的记号，好，那在这长呢只有27公尺啊，好，那所以这个高等于是长的2倍，好，是它的2倍，好，宽呢并不多，好，9公尺，大概跟我们迦南教会现在一样，好，所以换算大概15层楼啊，顺正长老的计算是16层楼，好，15层楼多了，好，接近16层楼，好，那在这个圣殿当中呢，盖起来之后呢，好，就会跟下面的王宫好就会做一个差异，所以这张图呢，大概是画的比较符合圣经。好，就是圣殿在上面，而且它的入口处呢是向着东边，好，向着太阳出来的地方。好，那高呢，好50几公尺。好，那耶路撒冷本来就是在一个山上，好，那加上这个圣殿之后的那个门廊，好的高度，好，大概很远的地方都可以看见圣殿。好，那祭司呢就要在圣殿的前面，好来有献祭，好，然后呢献完祭才能够进入到圣殿。圣殿一进去呢，里面就是圣所，再进去最后面才是至圣所。而王的皇宫呢，都在下面。好，大卫可能先盖了一个比较小的王宫，后来所罗门又花了13年盖了他自己的宫殿。好，所以在这张图的左方的地方，可以看到所罗门的宫殿啊。好，里面呢大概就是又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建造。好，但是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呢，好，所罗门好的确是用尽了各样子的心思啊，好，包括要怎么样盖到那么高的建筑，好，那而且呢是能够撑起来，好，这在离今天3000年来讲，3000年前来讲，好是很不容易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读第8节到第9节，称为至圣所的内殿长9公尺，宽9公尺，跟圣殿的宽度一样。至圣所墙上所装贴的金子有20公吨，金钉子用了570公克。楼房的墙也是用金子装贴的。
好，那这个钉子呢，就是为了要钉这些木头，好，而且这钉子还不是普通的钉子，叫做金的钉子，好，570公克哦，好，大概有半公斤那么重的钉子，好，那它可能那个钉子，它一支钉子都很粗哦，好，我们今天钉子大概只有几克而已哦，它是半公斤重，好，所以它可能就是要把这些的木头要串接起来。同时呢，是至圣所，好，这里讲到至圣所是9乘9，9公尺乘9公尺，好，这是在圣殿的最内部，好，那里面呢贴的金子呢，好，就是墙上贴的金子就有20公吨哦，好，那这个金子呢一定是很厚实，好，那可能是用金砖还是什么，好，那才能够用这么多的金子啊，所以从外面门廊进来，好，54公尺高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它的圣所，好，就是它的里面，好，有放灯台、陈设笔的桌子，还有香坛的地方。然后到最里面就是至圣所，好，是一个宽9公尺乘以9公尺，里面就有约柜和基路伯好所在的地方。而整个的里面呢，几乎可以说看得到的，好，墙面好都是黄金20公吨的黄金哦。好，因为家军也是学室内设计，好，如果给你20公吨的黄金，你要怎么样贴在这个房子里面？好，全部都是黄金，连椅子都是黄金啊，20公吨的黄金。好，用在迦南教会的话，哇，那我们每一层楼都可以用得到黄金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么多的材料，好，而来自于他的父亲大卫的预备啊，好，所以圣经写的让我们真的是叹为观止啊。好，建造上帝的殿。好，是这样子的豪华大手笔啊！好，那这个所罗门的圣殿呢，从内到外，好，可能都是金碧辉煌，好，以致那当然还有一些是铜器，好，那我们知道金呢本身并不坚硬，好，它只能够包裹在东西的外面，好，但是有一些器物呢，好，可能或许是可以用纯金，好，但我相信也不是我们这个圣经的重点。只是在展示，好，对于上帝的殿，好，是这样子的荣耀，是要显出，好，这是一个最尊贵，好，是用来衬托出上帝的荣美，好，要来呈现上帝好他的荣耀。而基路伯刚才读到了这个基路伯，基路伯是谁呢？好，基路伯呢，好，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的第3章，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伊甸园被关起来之后，好，门口上帝就在东边安设基路伯，好，有4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啊，把守这个生命树的路啊。好，那以西结书里面呢，对基路伯讲到很多，好，甚至呢，撒旦好，在他背叛上帝之前，他就是好这个守卫的，好，我们台语说基拉宾啊，好，这个就是基路伯，好，基拉宾，好，就是在守卫，好，看护，好，但是呢，他后来就因为起了骄傲，好，所以呢，变成了敌对神，好，所以在出埃及记、列王记上、历代志上、历代志下、希伯来书，好，都提到关于圣殿当中里面的基路伯，好的雕像，好，或是装饰啊，好，那基路伯呢，在以西结书呢讲得很清楚，好，以西结书的第1章、以西结书的第10章，好，讲到了基路伯跟4活物，好的描述是同样的。4活物呢，就是有人的脸、狮子的脸、牛的脸、公牛的脸和鹰的脸。而每个基路伯呢，都有4个翅膀啊。好，那基路伯的外表也有像人的形象。好，那用2个翅膀飞，2个翅膀遮挡身体啊。而在他们的翅膀下面有人的手，或是看像是人手的形状。好，所以这个基路伯呢，好，是一个很特别，好，是上帝的天使。好，但是在圣经当中的描述呢，让我们看到圣殿里面，好，都有把它刻画出来。我们先来读第10节到13节。王又命令工匠雕刻了2个基路伯，外面包着金子，放在至圣所里面。这2个基路伯并排站立，面对进口。2个基路伯有2只翅膀，2只翅膀有2公尺2公寸长，2对翅膀展开，在殿的中间相接触，2边碰到墙。横跨整个至圣所的宽度约9公尺。好，谢谢。那所罗门有没有看过基路伯？
他在哪里看得到基路伯？好，那在这个约柜的上面，好，有一个施恩座，好，那这个约柜的上面呢，就是有基路伯，好，看守着约柜，好，就是这个柜盖，好，柜盖的约柜的盖子上面就是有一对基路伯在那个约柜的上面。所以所罗门如果看过了，好，他所造的呢，其实就是来自于他父亲大卫所画的，而大卫所看到的，就是他迎接约柜时候所看见的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圣殿当中的基路伯呢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就看几张图。好，每一个画家呢，就是运用他们对圣经的所看的。好，到中间是圣所，好，到阶梯再上去呢，就是至圣所。至圣所的中间是约柜，好，但是有一对基路伯向着门口，好，来护卫，好，护卫。所以这基路伯呢，好，非常的巨大，好，因为呢，它的翅膀就有2公尺长啊，每一只的翅膀就有2公尺长。好，那2只加起来呢，好，大概这个圣殿的宽就9米，好，就等于把整个圣殿都盖满，好，所以是遮盖好整个至圣所的地方，好，是遮盖整个至圣所的地方。好，那这个是用3D 电脑动画的画出来的，好，就是从圣所要进入至圣所，好，可以先从圣所看进去里面，好，这个全部都用黄金，好，墙壁啦、门框啊、地板啊，全部都是金的，好，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建出像这样子的好的地方啊，好，但是进入到里面的至圣所呢，好，它所绘画出来的基路伯呢，好，是照以西结书好所描述的，好，就是2个翅膀飞翔，2个翅膀遮胸，有人的形状，翅膀下面有人，像是人的手，然后呢有4张脸，好，有人有牛有鹰有狮，好，然后呢来2个翅膀几乎就是加起来，好，把整个至圣所都盖满，好，那约柜呢就在这下面，好，所以所罗门看过的约柜，大卫看过的约柜，他们所看到约柜上面的基路伯呢，好，在大卫的蓝图当中把它放大，好，成为一个超级巨大，在这个所罗门圣殿的至圣所当中，好的护卫者，好，护卫着这个约柜。我们在后面读好这个历代志，好，其实历代志没有要讲到利未人的敬拜的仪式啊，好，但是我们对照了利未记，知道说，好，这个所罗门的圣殿呢，就是大祭司才能进去的地方，好，所以所罗门建完这个圣殿的时候呢，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去，好，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。所以，我们今天透过历代志下的记载，好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所罗门圣殿里面大致大概的样貌，好，和样貌这个形状哦，好，让我们可以先窥见。好，我们接着再读第14节。至圣所的幕帘是用麻纱和其他材料制成的，染成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。有基路伯的图案绣在上面。好，那这里讲到一个幕帘，好，或是和本翻成幔子，好，可是同样这段经文在列王记上的第6章呢，好，没有提到这个东西，好，它是讲门扇，好，门扇，好，但是呢，这个幔子呢，在新约，好，都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都有提到，好，当耶稣从十字架断气的时候，好，圣殿当中的布幔就是从上到下裂开啊，这样裂开呢，就是等于开了一条路，好，让本来这个门是被布帘挡住的路呢，好，却开了一条路，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开的路。而这个幕帘呢，好，是由麻纱还有混合其他的材料，用3个颜色，蓝色、紫色、红色，好，幕帘的前面呢有柱子，好，所以然后呢，这个布帘的上面呢，都绣有基路伯的图案，好，绣在上面，好，所以这个里大概也是画出来的，好，这个4活物的脸，2个翅膀飞翔，2个翅膀遮胸，有人像人的手的形状，好，在这前面，好，所以或是像在这布帘的后面，好，就是这是另外一种基路伯，好，有这个翅膀，好，然后呢，有人狮身，好，人面狮身，好，这样的画。但是呢，它就是遮住了至圣所，好，所以你到圣所当中，好，不能进入到最后，好，所以我们就看完了，好，这个圣殿的内部，好，那这个历代志又带我们出来看外面，在圣殿的门口呢，也有2根铜柱哦，好，最后的3节，王叫人铸造了2根铜柱，每根高15公尺半，立在圣殿前面，每根有1个柱头，高2公尺2公寸。
铜柱顶上装饰着一个交织的链子图案和100个铜石榴。这2根铜柱竖立在圣殿进口处的2边，南边的一根叫雅金，北边的一根叫波阿斯。好，昨天的经文有交代，好，这个铜匠呢，师傅呢，好，精巧聪明的人呢，是西兰王所派来的，好，叫做户兰。好，他能够用金、用银、用铜、用铁、用石头、用木头，还有用布，好，所以他可以混合各种的材料，好，他都很能干。好，那他也铸了2个铜柱，好，这个铜柱我们在读历代志上知道，也是大卫去打仗的时候，好，所带回来这些材料。每一个柱呢高15公尺半哦，好，15公尺半。可是，在列王记的记载刚好只有一半，好，所以有人认为，好，这个铜柱可能没有到15公尺高，是2个合起来15公尺半。好，但无论如何呢，好，一个铜柱要这么高，已经是很不容易哦。好，然后呢，要到54公尺是更是困难。但是上面呢有个交织的链子图案和100个铜石榴，好，铜石榴好能够在雕刻在铜柱的上面，好，而且呢很特别的，好，这个铜柱有取名字。靠南边的，好，因为是面向东边，好，所以靠南边就是进门的左手边叫做雅金，进门的右手边是靠北边叫做波阿斯啊。好，那雅金的意思呢，就是神要建立，好，就是在南边的地方，北边呢就是右手边，好，是神他大有能力啊。好，所以这2个柱子呢，好，都在这是所罗门给他取的名字啊。好，就是在形容上帝，好，他要建造他的殿，而且上帝大有能力啊。好，所以从这个图上面，好，可以看到这个圣殿的门廊，好，这个柱呢，好，是非常的高，而且呢是非常的特别。好，而且它又是盖在这个摩利亚山上，好，耶路撒冷的城上，所以远远来看呢，是一个非常显眼，好，甚至在最上面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远啊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这段经文，好，虽然都在讲到关于建筑，还有这个圣殿内部的样式，好，其实我们在其他地方或许多多少少都看到，但是让我们知道，这个圣殿建立的地方呢，就是阿尔南的禾场，好，是耶布斯人。也是上帝他主动施恩停止降灾的地方。本来大卫好这个带来的瘟疫呢，好差一点要毁灭了整个耶路撒冷，好，但是上帝施恩典，所以这个圣殿建造的地方就是建在上帝他恩典是主动所赏赐，而且他也停止灾祸灾难的地方。而摩利亚山也让我们想到亚伯拉罕奉献以撒，他的信心，他的顺服，甚至上帝也预备了羔羊，好，是上帝的代赎，好，上帝所预备的恩典，所以是叫做耶和华以勒，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。而在这个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圣殿当中，好，我们看到他用了7年建造上帝的殿，好，可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样的巨大，好，因为这个圣经没有多描述外面的地方，好，只有讲到新约的时候，希律王好又在重修这个圣殿，好，但是那是被掳归回之后所罗巴伯的圣殿了。所罗巴伯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建造的圣殿呢，并没有办法像所罗门那个时代有那么多的黄金，好，有那么多的巧匠，他只能够为上帝建造一个圣殿，好，继续在那边侍奉。好，但是在所罗门的时候呢，是具备了各样好最精良的材料，还有呢最精良的师傅，好，那可能是非常的好，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。而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，好，在第3节，好，一切呢都是按照上帝的样式，好，它的根基都是按照上帝的样式，并不是按照人的指示。而这些样式呢，都是上帝指示大卫的。所以让我们知道，所罗门建圣殿，好，也像我们今天在建造教会，好，应该要以圣经为依归，按照上帝的话，好，而不是按照人的期待，按照人的想法。好，而我们在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，好，看见所罗门用各样的宝石、金子，好，特别历代志讲到各样的纯金，好，这个东方来的金子等等，好，上好的金子，好，其实呢，也是代表我们的生命，好，就是要活出上帝的彰显，上帝的荣耀，透过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，好，能够来装饰基督的教会。教会不是在
外面的富丽堂皇。好，基督的教会是在于教会当中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他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圣灵9果，能够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好，能够用这样的装饰来荣耀上帝，好，而不是只有靠着外面的门面。好，这才是上帝所要的圣殿，好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而最后，好，我们也看到，在至圣所内当中呢，2个基路伯，好，还有幔子呢，本来是要阻挡、隔绝，好，让这个罪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，好，因为人都有罪，好，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但是因为耶稣基督，好，他呢死在十字架上，好，以他打破他自己的身体，也打破了人跟上帝中间的隔阂啊，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，活的路，好，也是一条流血的路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。所以我们也能够像祭司一样进入到至圣所的幔内，甚至我们还可以呼叫上帝叫阿爸父啊。在旧约当中，好，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，你看所罗门他对上帝，他也没有直接叫他天父阿爸父，他都讲到天上的神，好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，好，他不敢直称上帝是阿爸父。但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，好，我们直接可以称这一位神是父啊，阿爸父，好，因为圣灵，好，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上帝的儿女。所以在今天，好，我们更应该透过这样的经文，不是只有看到旧约的富丽堂皇，而是看到在新约当中，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救赎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，还有我们进入到教会，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圣殿，进入幔内，到进入圣所，然后穿过幔内到至圣所，到上帝的恩典的宝座前，来得连续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！好，这也是希伯来书在教导我们的。好，这些大祭司，好，我们就像是这个耶稣基督带领我们，好，成为祭司，能够来到上帝的宝座前。盼望透过今天好这段经文，好，我们不是只有看到它的外观，看到它的建筑，好，看到它用多少的黄金，而是看到上帝预备了多少的恩典，上帝预备多少的救恩，好，上帝他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让我们能够享受上帝的同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在旧约的圣殿是无法所比拟的，在所罗门的建造的蓝图当中，是当时出乎人所能够操作的范围。但是上帝，你的恩典、智慧、能力所建造的圣殿，并不是要宣扬这个建筑物，而是要宣扬天上的父神愿意住在人间。你要成为我们的父，我们要成为你的儿女，你要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谢谢天父上帝，让我们知道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；借着教会，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。也谢谢主耶稣基督，你的救赎，你为我们献上了自己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新造的人。更感谢主耶稣打破你自己的身体，为我们开了一条路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。何等的恩典，何等宝贵的救赎，让我们好好的珍惜、看重，并且活出圣灵所结出的果实的生命，用最好的装饰、最好的生命来荣耀你。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